细腻的文字搭配图画，这本书呈现玉皇宫买命前的民间习俗，透过一枚金币串起故事情节，以幽默与创意勾勒出玉皇大帝的信仰历史脉络。丽人国小6年级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完成3本有关社区历史文化的绘本。最困难的地方是要画出神明厅华丽的神像，还有他的头饰、衣服，我们都不是随便乱画的，我们都有实地观察过才画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遇过，就是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我们这次是大家一起创作，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学生发表的绘本相当多元，将玉皇宫内的神明、常见的贡品以翻翻书形式设计，还制作成电子书，配上语音之外，更提供互动与沉浸式体验，设计 AI 指教，让绘本生动又有趣。纸本读、数位读、去走读来欣赏这3本囡仔非常具有童趣的3本的绘本啦希望这好的册国家图书馆已经发文完讲要把这3本这好的册收录到咱的国家图书馆。这个会当把咱这个公庙文化把往上来提升啦，因为庙大家也无什么产品，只是信用，来提供咱这全国的老百姓的庙师对信用的一个敬仰甲来修身养性也好，来参与这社会公益也好，我最大目的是伫个遮。开基玉皇宫和教育局也大力支持，挹注学校25万元经费编写出版。除了让充满创意与温度的绘本可以诞生，也让学生的毕业之旅更有文化教育意义。记者杨胜怀谈的报道。